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lora。有冇諗過，如果發生啲乜嘢突然嘅事故，不幸走咗，你會留翻啲乜嘢俾你最親嘅人？會係愛定係債呢？如果你打算或者已經成家立室嘅朋友，又或者已經買咗樓做緊按揭，人壽保單絕對係一個必需品。人壽保障除咗俾到屋企人一個安心，亦都係我哋成日所講嘅留愛不留債。假如真係咁不幸身故，只要有一定嘅保額，另外一半同埋老婆仔女都唔驚冇咗個瓦遮頭。喺我以前做前線社工嘅時候，真係接觸過好幾個爸爸喺返下工嘅時候突然猝死，太太為咗供到層樓，一日打幾份 part time。因為喺香港，如果你有物業嘅話，根本係申請唔到綜援或者公屋，而所有嘅緊急援助最多淨係申請到幾千蚊。所以屋企人一係咧就要賣咗層樓，一係就要夾硬供埋佢。試諗下，你嘅另外一半走咗已經好傷心，仲要帶埋啲細路一齊去處理咁多錢銀嘅問題，真係會好頭痛。所以所有未供完嘅樓喺冇任何保障情況下，只會帶俾屋企人壓力。其實即使冇買樓，淨係租樓嘅朋友，喺結咗婚、生咗小朋友之後，都一定要為對方着想。所以有好多年輕嘅夫婦結咗婚之後，老婆買咗一份嘅人壽保單，老公都會相應買翻同一份，起碼有啲咩事自己身故嘅話，都會有一筆錢留翻俾佢照顧小朋友同埋對方嘅父母。喺97年嘅時候，樓市大跌，好多人都變咗做負資產。保險業嘅前輩話俾我聽，當時有好多人透過人壽保單救咗佢哋一命。人壽保單其實都係資產嘅一種，佢可以按俾銀行做借貸，又或者透過保險公司做貸款。而大額嘅人壽保單喺減保額之後，亦都可以拎翻相應嘅價值出嚟做救急嘅用途。以我哋公司嘅人壽保單為例啊，12年供款保證12年回本，頭20年仲會有雙倍嘅人壽額保障，老咗嘅時候仲可以按俾政府自製長糧，剩低嘅保額仲可以留翻俾你嘅屋企人添啊！如果你啲朋友啱啱結咗婚或者買咗樓，記得將我條片 share 俾佢啦。如果你對人壽保障有啲乜嘢想知道多啲，歡迎透過以下嘅方法聯絡我或者留言俾我。我係 Flora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